善台今日會有曬有熱㗎，酷熱天氣警告都生效緊啦。係啊，海欣喺戶外工作嘅朋友咧，要飲多啲水啦。先睇下分區氣温，截至上晝7點，各區嘅最高氣温介乎28.6至到30.4度，至於最低氣温就介乎27.8至到29.4度。轉睇下衛星雲圖，受到高空反氣旋影響，廣東地區天色大致良好。預測大致天晴，但係局部地區有驟雨，日頭酷熱，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，新界再高1-2度，吹和緩嘅西南風。展望聽日天氣仍然酷熱，局部地區有驟雨。星期五同週末期間天氣漸轉唔穩定。預測今日上晝嘅空氣質素健康風險，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嘅水平。預測今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係11，強度屬於極高。跟住睇埋大灣區城市嘅天氣。澳門明朗，珠海多雲，中山江門多雲，肇慶佛山多雲，廣州東莞多雲，惠州深圳多雲。天氣先講到呢一度啦。